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新。即马咱台湾经济甲股市的数字好甲变变球，有人讲伊拢无赚着，是因为政府无用心辅导着，也是产业本身的结果。传统升级到底爱是啥物因素？今仔日四位专家学者甲业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洪在良。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小微企业者、新城工业董事长，那么陈英瑞。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中经院经济展望中心研究员兼主任裴素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中卫发展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的总监叶新跳。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继续咱来看，这日本的化妆品的品牌西西多，那么宣布讲因新竹的湖口厂会升尸体一部分的员工，按算2027年下半冬会拢收起来。不过前几天才有日本做车链的这个大公司 Bridgestone， 伊的湖口厂收起来，外界拢来关心讲台湾的制造业是咧衰退这个危机吗？那么学者认为，今卖传统产业，那么拼袂过高科技的产业，转型真重要。平常时下晡工厂内部正常运作，这是伫新竹县湖口乡的台湾资生堂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日本化妆品公司资生堂伫台湾的生产基地。不过，即马方正式对明年开始工厂都要关起来啊。比一般法规定的时间还早送进我们县府。那它会分2批，就说明年的2月底跟8月底各一批做之前。那影响的劳工人数是100多人。新竹县政府证实讲，已经收到大量解雇通报，经过检查条件拢符合法规，而且已经核批。目前规划伫明年第1季进前就停止生产，而且伫第3季正式完成关工厂。资生堂的声明是指出讲，这是为了最佳化生产和物流体系。新竹的工厂关起来了后，会送去日本业务关的罗斯工厂顶地，希望提升全球工厂的运转率。外界烦恼台湾的团sản进入衰退期。外商其实现在也开始看到，就是传统制造业在台湾，它在发展上面的一些困境。其实它现在在日本的生产成本并不会比台湾贵很多。那因为主要是汇率上的一些问题。学者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带动起型经济结构真明显，即嘛是包括人才大环境面，拢真歹和高科技产业来竞争，初步的转型都承受压力。加上部分团产的竞争对手也面临规模经济，一定要以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出发，可乱做扩大经营，兼顾高级化和规模经济。我们额外再提了1000亿规模的计划，要来强化中小微传统产业的申请转型。让台湾的中小微企业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时候，能够被带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吼，其实对我真细汉的时阵，差不多民国60年左右，我才差不多4、5岁啊，迄阵时的过年哦，迄种李高梅，就电视台3台就出现这特别节目，讲哦，咱台湾哦。要来对这个传统的这劳力密集，要来转型变做高科技的密集，迄差不多55档进前。咱即马还咧讨论这个议题，毋是讲咱台湾无进步。我的意思是讲，这也许可能是咱每一个时代拢爱面对的代志。那么特别先问讲，是即马的政府无够力，辅导转型这敢是第一，敢是政府的责任？第二，厂商家己是安怎爱来生存？所以今日特别请了陈董事长来现身说法。要安怎来转型？什么叫做转型？转型是生存落来，找到家己会当生存的所在。今日特别请洪老师洪老师彰化人，恁顶环保啦，水五金足济，即卖情形安怎？我了解的是，这几年来情况都无真好啦。当然
有的是迄传播的因素啦，迄关税吼，迄世界大概我们你订单你若无确定，你嘛毋知要哪定价嘛，所以真侪拢好住嘛，哦，所以这大势都无好嘛。啊，其实就袂定你做4工，哦，啊，你做3工啊，休2工，等等我拢捌听过啦。所以大势毋是讲真好啦。啊，这个大势，都是咱台湾的大势，还是全球性的大势？大家拢受到传播，这个比如讲，拢做水五金也在中国也有啊。是啊，就是讲主持嘛有讲到嘛，就是讲迄个若高科技的半导体吼，咱台湾是足好的嘛，哦，变叫吼。啊，相对来讲，迄个传统产业，你像塑胶啦。啊，做机械啊，等等啊，吼，都无遐好嘛。因为这个一般是传统的产业嘛，吼。啊，这有一寡因素啦。你拄仔讲的中国嘛，足多嘛，啊，越南嘛足多嘛，吼。啊，本身另外是吼，伊本身你大家知嘛，伊过去这50年以来，生产力拢有增加嘛，自动化等等，吼。无虽然毋是完全，啊，无就是迄自动化本身你会带动你家己生产力的增加，吼。啊，生产增加你全世界迄个需求，你若无大量的增加，其实你就会造成一寡供过于求嘛，吼，这是一个原因，是讲你若无做一寡较特用的、特殊用途的，吼，嘿，啊，迄价钱都袂悬啊。你无去做迄个高门独市的，嘿，你若变做米啦，吼，啊是讲迄个大豆啊等等，你有大宗物资，你若变物件，你若变做大宗物资，价钱就较袂好啦。哦，那么老师你安尼看吼，你认为呢？如果以中华这水五金来讲，除了爱做高门独市，但是都唔是每一个人，咱天龙国是啊，手伸出来5支砖头啊，都无共款平济。对。啊，这安怎讲？你这男的，你这上好收起来。啊，你这个你还佫有气魄，你通好过来拼一个。啊，我找这个叶博士来甲你辅导。咱要安怎来甲伊讲呢？安尼啊，你若为规个国家社会来讲吼，因为这产业相对高科技当然是无遐先进，问题是伊对咱社会就业吼，啊是讲迄个社会安定等等拢有真大帮助。所以你若为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拢爱政府拢会提供一定的资源，吼，互伊技术想办法甲伊引导。啊，你讲哦，红萝卜啊，是讲等等啊。所以前几工这总统就职2周年，才会讲要1000亿。系啊，无定个会晓增加我外国感觉真好，无定2000、3000嘛真好啊，嘿，30亿嘿。但是这种补贴，以老师你的经济学的观点，你这种补贴好啊歹？你补贴你拢一般拢，你若有一个日落条款嘛，你讲你就讲你限制时间，你莫讲永远拢甲你保证，人啊互保证以后，其实你电脑会平单嘛，哦，都无迄个动机，所以一般拢会限制一个时间。讲你若不如讲3年5档以内吼，你的技术有进步到一个坎站，我会咱继续甲你补助，毋是讲完全无条件。无条件。嘿。哦，这是，安尼这现金算法的简单。你甲咱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恁公司恁兜也是对恁老爸迄地就开始咧做。对阮老爸迄阵我就开始做啊。恁是做啥物开始？做电线加工的。做电线加工的。是。哦，这个刚刚听到讲，这个鸿海吼，60年以进前对这个垃圾药的这个八成开始做起的感觉。是。迄阵阮嘛有交鸿海，啊，但是鸿海去大陆阮无去，系啊，你无对去，系阮无去，阮有缀去，阮伫台湾深耕台湾，系啊。所以恁做这个线材做到今嘛，你安怎？因为你这算传统的产业哦。是啊。啊，恁这安怎生存？恁家己有做高门独市无？安怎讲咧？因为即马做啊，拢少量多样啦，吼，做量的迄款的啦。啊，市场无遐大嘛，啊，但是阮开始做吼，爱做迄个可靠性的啊，防水啊，爱做小等，你讲爱做可靠性的，可靠性的，啥物叫做可靠性的？比如讲防水啊，但是我测试冷热冲击，有伫足烧的内底吼，在80度安尼做摇摆，看会断落，做负40度的看会摇摆，看会断落安尼，防水啊，我做特殊的，是。所以譬如讲我凊彩讲，譬如讲那即马要夯起来即个无人机也好啦，无人艇也好啦，军工产业，你有感觉讲，就我嘛来试看卖来探一下路，就是讲，无咧到阮这特殊的物件，有通互你采用。会使啊，安怎讲咧？我拄有讲吼，像无人机咧，伫
平地诶，起火到顶悬是平地可能40度，顶悬可能剩吼几度啊尔对无？哦对呢，嘿，几分钟内底就爱从40度到几度，所以这要做测试，做验证，安尼冷热看好都会长也袂长，哎。哦，恁这是安怎对？我袂使讲恁对死会做起来啦吼。恁曾经有安尼，咁要拍落去安尼，安尼搁起来即个时阵无？敢若较无啦。恁拢真稳稳安尼行。稳稳的。你一路是谁甲你引导？是像叶博士因即种，甲你慢慢辅导，还是讲无咯？阮就爱家己咪真找资讯、找资源，来赶紧来家己来升级来转型。以前阮爸伫的时候，伊是拢家己去找啦。袂伊有一个名言讲：嫌无嫌少啦。一条嫌少，嘿啦，一条就来做啦。即马我食的吼，我就较无共啦。即马时代甲以前时代无共。即马讲绿色环保减碳，阮就在做。数位转型嘛，在做。安尼吼，在做，阮附加价值都起来啊，附加价值起来，对于阮爸遐食起来之后，开始有成长起来。嘿。你甲观众朋友讲，你敢通我甲观众朋友，恁即摆资本额6000万，6000万，嘿，吼，这无算少啊啦，嘛毋是算讲介大，是，吼，但是你员工请几个？200个。哦，请200个呢，是，你真厉害啊！有当饲养200个家庭，这社会责任哦。系啊，系啊，少量多样，我都还有侪人，我们线下加工吼，咱我靠劳力。劳力去组装啊，无像我大陆吼，会使机台，这机台哦，放落去电线甲连接器放落去，出来都是拢好啊。哦，这头一只猪，迄头就现钱出来啊。是啊，系啊，无法度安尼。你哪会无法度安尼？市场无法度啊。你市场无法度，你无法度斗遐济物件。无法度斗，迄资本也。咱听人讲，如果像恁这种厂商，伫台湾有几间？袂少。伊有在条讲，无咱大家啊揪起来夹夹的，做一间大的，甲伊拼国家队安尼，这种想法敢对啊？毋对？是有想过啦，但是台湾人的传统甲台湾人的，大家拢头家啦，大家拢头家啦，系啊，是啊。哦，这我就来问平老师，平老师，你认为这种大家拢头家大家分头竞争，大家爬山各自来努力，这种是好的现象啊，歹的现象？这一般来讲啦，吼，你看伊是伫产业，还是讲这工厂啊，吼，是倒一个阶段？你若讲总讲是伫初期啦，吼，就讲咱可比讲咱即马台积电去美国嘛，吼，伊的外围厂商有足侪嘛爱对伊去嘛。伊的外围厂商可能是较细小厂嘛，吼，所以因听讲因伫美国，因就是大家苦苦的做伙安尼，大家合作伙，合作伙，嘿，就是免讲大家拢有办公室，嘛免讲大家拢请秘书。系，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这所有小厂小厂的迄落事务就好啊，就通节省成本嘛吼，其他嘛是大有较有竞争力，这是一种的做法。像讲因即嘛安尼，可能伊嘛做60年啊啦吼，可能有家己的员工嘛，家己技术啊拢家己客户。对，安尼要夹起来可能就较困难的，是较困难的。若像这种，恁的展望中心要安怎评估讲，这做线材的，这安尼，这在转型当中，这是当然是对的嘛吼，有当生存就代表讲对。但是若搁10年、搁20年咧，恁安怎看？其实阮即马我嘛有做中小企业白皮书啦吼，都是有看一寡中小企业的资料安尼讲，可比讲这等大啦。其实伊有200个员工，这算大厂啊咧。是啊，是阮中小企业有2个定义啦，一个看你讲你的员工人数，那200人以上就算大型企业。资本额阮是看1亿啦，那1亿以下，阮就讲讲是中小企业，所以就伫这2个之间，之间。讲实在啦，像安尼是无简单啊。讲实在，200个家庭啊，吼，其实阮去年阮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大家讲中小企业吼，即摆面对讲川普的竞争啊，吼，还是讲迄落汇率的问题啊，就讲电啊、水啊、起价啊，对因的成本拢有一寡负担嘛，吼，有啥物因需要咱政府来到相共的所在，
不哩好算的是，迄个厂商的回答吼，第一个拢希望讲就是补贴啦吼，补贴是第一个，啊过来就是无就是讲税负优惠，吼会减免嘛，是安那吼，就是这种是，阮的想法啦是讲，这个大部分拢是较低级的啦，都是互伊帮助伊渡过这个难关啦吼。啊，其实若要讲要话较长久啊，好像转型，这可能是一个咱大家认为讲较有需要的。毋过转型有足侪方向的，你是要做多元化的，还是讲像安尼做客制化少量的吼，还是讲你有啥物就是大家目标可能无啥共款。啊，这就刚才讲，你甲你的产业啊吼，上中下游之间的关系是安那？嘿，可比讲，你的厂商，譬如讲，像讲这担当，确实无简单，红海去带了啊，吼，伊无对去，这是算禁掉了。所以这是应该大家就很敬佩啦，吼，对吧？咱来看，即摆有对应起的，无一定较好咧。因为中国大陆的竞争啊，吼，确实是足激烈。咱即摆可比讲，这差不多5档3档就叫人拆食落吧。是啊。对吧？你即摆像讲红海较大间啊，你看伊嘛是啊，伊本来伊是做 Apple 的代工嘛，即摆嘛是互迄落中国的代工的业务嘛是互迄落大陆的占去啊嘛。系啊，所以嘛有这种风险啦吼，就看讲厂商伊是不对家己的技术有偌济把握，啊讲伊对于客户，还是讲伊提供什么款的服务，还是讲伊的产业链安那，我感觉这可能真少讲有一套公司啊，适用所有的。就爱一个一个看，咱像叶朴树这种爱一个一个看吼。叶朴树，你甲咱讲吼，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恁咧辅导的时阵，恁拢安怎来鉴别讲，你这个厂吼，你这会使，啊，你就爱行这行迄，还是讲伊家己提出需求，啊，咱甲评估，恁拢安怎看？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讲，那即马这个时代，因为大家拢咧画这晶片。吼，拢咧 AI， 我会 AI， 但是我袂 A 啊，就是无法度。恁拢安怎看待即个传统的厂商？其实咱台湾吼，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啦，吼，其实拢最有竞争力的啦。吼，我感觉讲吼，虽然咱即马环境无介好，吼，其实但是吼，咱的特色就是讲咱很有弹性，吼。啊，其实做头家拢介巧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你若讲即马中小企业，你看伊即马都是讲产业，但无一定是安尼啦。譬如讲最近吼，足侪产业拢会转型嘛，吼 ，AI 袂歹，啊，咱过来做看卖吼。航太进前航太袂歹，咱来做看卖。所以咱台湾的中小企业，我是感觉，嘿，我感觉是最有弹性的吼，嘛足巧的，吼，所以我是袂感觉讲咱因为外口的环境。因为整个全球的环境还是变动的嘛，吼，啊，所以咱的头家才巧能出了一个出口吼，比如讲客户，还是讲最近因为中美贸易战吼有寡转单，吼，所以即马应该是讲要安怎互咱即马的产业本身吼会当面对这的改变吼，啊，真紧会当做一下调整对，吼啊，所以。为什么即马 AI 即马是一种机会啦？吼，你咱比一下例，因为吼无咧挂股票的人，可能无法度理解讲，哦，现在传统产业第一安尼加欠升天，那有的传统产业伊是安怎转型变做讲，伊也变做是 AI 概念股，变做是台积电的概念股，你甲咱举一下例。譬如讲吼，最近我有看一寡迄个汽车零件产业啦，吼，伊进前嘛，因为景气无好吼，啊，所以嘛，伊就订单较少。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了后，啊，伊个接着一寡本来吼，美国车厂大陆的单，啊转来台湾。啊，咱即个台湾，咱无迄个设备，因为咱的产量无遮大，所以咧自动化设备无遮好。哦，啊，但是咧，啊个美国客户要求啊。伊个敢若技术资源啊咧，所以吼，咱的伊的设备吼，啊个迄个咱讲自动化设备吼，即款的拢升级啦吼，啊所以这个一种机会嘛吼，所以即马新的产线就侪 AI 吼 ，sensor 啦 AI 啦吼，咱讲智慧制造吼，这个是一种状况啦，哦，所以有当时
订单的改变啦，吼，也是讲这外口的产业竞争，有当时啊对咱台湾，因为咱的特色就是讲咱弹性嘛，吼，所以这段我感觉可以发挥的还不错。啊，叶博士，我相信这在座你走工厂走上济。有可能啦。哦，你走上济，你即马感觉譬如讲以中部、中卫中心、中部遮吼，包括水五金，你感觉因的情形是差不多是啥物情形？一摆一摆，还是讲有诶还佫咧奋斗，还佫有希望？我是感觉讲分得足侪种啦，吼，一种是讲，但是吼共同的是讲，大家拢会想看卖，我要跨入其他的产业，哦，这个跨域的这个状况真正是蛮明显的，啊，比如讲我伫迄个彰化遐嘛，做侪二代啦，吼，那较早可能做橡胶、塑胶的啦，吼，还是加工的啦，吼，但是呢，伊嘛拢会去想讲，咱会当切进去倒一款的产业，啊，特别是 AI，因这块。其实咱国内虽然讲 AI 产业变叫，但是我是有一点我是感觉讲 AI 产业伊提供零件嘛介济啦，嘛介济是传统产业嘛，比如讲我捌的可能我机械的，还是加工的，譬如讲咱去做车床的，还是崩 press 的，迄拢嘛算作是 AI 产业一。内面嘛爱用，嘛内面嘛是爱有需要啊，所以咱的传统产业可能较早无做这款的生意的厂商。啊，若像担当的，你认为因敢有可能拍入去这个犯罪的产业？像同行哦，那是有拍入内底，种做线的嘛。啊 ，AI 嘛是爱伺服器啊，伺服器内底有啊线啊，啊是即马伊讲光纤是光纤，但是光纤嘛是爱电啊。所以我即马出靠做的就是资料中心内底哦，迄大电源大迄这连接器足大个安尼，啊伊少量多样，啊就叫我们加工，互伊嘛做个啊，哦，这嘛是种生存的方式呢。是啊，啊，叶博士，你甲咱讲吼，即马目前有一种市面上有另外一种人，一种讲法就是讲，哈，你咧股市咧好，拢无好着阮那传统产业拢来稀咧咧，啊，才会安尼，你看。这安尼吼，后做西西岛啦，做化工啦，做不利斯洞的啦，做纺织的。你安怎解破这四项？这到底伊是本身是全球性的衰退，还是安怎？什么情形？这你也讲，伊无共款的产业，其实面对的条件无啥共啦，无啥共啦吼。比如讲，你即摆讲车厂即摆就是因为。迄个电动车出来，所以伊即马可能全球伊的政治的转移，比如讲咱较早迄个国瑞，这咱国内就侪国产车，啊，即有几啊车型，佮由对日本因家己做伙做，这是迄个全球的即款厂商伊的一个策略的转移啦，所以有当时咱看这我是感觉讲不能看个案啦，咱来看讲因规个，比如讲咱即马国内足侪产业拢刷去东南亚嘛，啊去东南亚无一定讲伫咱台湾无法度做啦，啊但是有当时客户要求啦，所以有当时咱的伊的客户要求退出大陆嘛，那之后到哪里，伊的成本它会当较好，还是讲一个迄个产业群聚的代志嘛，所以有当时咱来看是看规个整个。迄个产业的供应链的移动啊，这会影响到咱即摆看的有寡新闻啊。所以有当时咱国内有寡厂商你莫看伊讲伫台湾做无好，我讲捌的伫迄个彰化有一个全新工业嘛，迄台湾一个厂，大了60个厂啦，啊，所以咱只看即个厂就无一定讲咱看咱台湾即摆的状况啦，有当时咱台湾是一个研发中心，还是一个营运中心。其实伊拢全球化布局，咱台湾的厂商介厉害，就只拢全球化布局啊。所以你总体来看，咱台湾传统产业基本上，算好啊歹，在这个 AI 这个大笼之下，应该是讲咱即马总的来讲应该是讲无介好啦，但是你会讲台湾足侪人即马咧准备要转棍嘛，
甲迄个数位加入来啦，吼，甲 AI 加入来，大家小头仔等下嘛讲着嘛，吼，因公司嘛开始用 AI 吼，在伊的转型嘛，吼，改变自己的一做法安尼嘛，吼，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好现象啦。有当时啊，竞争跟全世界竞争安尼，对咱台湾的等级就介重要啦。是，所以我以看好。哦，就稳定中向好安尼。对。套中国话来讲啦，稳定中向好啦吼。但是，这安老师吼，你安怎看讲产业吼？敢有所谓的爱平衡这种代志？有人讲啊，你袂使干那注重 AI 产业，你的传统啦，你什么来注重生机啊？还是我敢有通啊？王树像鸡尾炮，啊，逐鸡拢捌透透。逐鸡捌透。现在，咱一般来常识来讲吼，是较多元、较安全啦。吼，因为你来讲，从较早话讲，咱台湾讲种甘蔗，加一项。啊，人工你迄甘蔗需求呐改变，是安尼，你规个拢去了了嘛。所以从这例就知影讲，其实一般产业嘛共款，伊迄个结构是爱尽量爱多元啦。吼，啊，当然台湾阵的情况就是讲，因为吼，你传统产业嘛需要啊，因为民生各方面，吼，啊，佮就业等等，迄一定要有需要。啊，另外是有一个原因，我相信我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半导体。啊，搁像 AI 概念的这种比如伺服器嘛，伊要做资料中心，伊爱伺服器，咱台湾这面足好诶。啊，这足好，其实有另外一个因素是超级好，是比一般诶种好更加好。有啥物呢？因为 AI 嘛，这是一个。啊，另外是讲吼，全世界迄地缘政治、竞争嘛，比如讲你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等等，啊，搁欧洲拢无稳定，所以大家吼拢希望家己的国内。有家己的资料中心，所以这是政治方面引起的。所以这个经济佮加上政治这因素，啊，造成讲对咱台湾半导体啊，佮加迄伺服器的需求大量的增加。啊，这就是讲，咱这个讲海应有无吼？涨潮退潮，伊这是一个大涨有无？就那15嘛吼，8个15无，伊迄个海应大涨潮。所以咱这个时阵就是讲，当然可能免必要来排斥一寡内部，咱国内内部一寡资源。劳工也好，啊等等啊，一寡土地也好，等等拢会对传统产业会较不利啦。啊，所以政府爱有一个觉悟，就讲这种情况之下，你爱有一个意识，就讲吼，我想办法，当然爱想办法啦。就讲迄个技术，就说企业要安怎辅导，啊，互伊继续吼提升生存，啊，甚至佫愈来愈好。这是我家己的看法呢。是，啊那等等吼，你甲咱批一下例，你家己工厂内面的生产吼。人机料啊，这个环境啊，这个方法，这5项内面，恁如何来应用到今卖 AI 的物件？啊，恁来促进恁家己的生产的产业。安尼安怎讲吼 ？AI 今卖应该算个两种啦吼，一种是讲鉴别式 AI 啦吼，迄早期的 AI 出来是鉴别式 AI，啊，鉴别式 AI 我今卖用着来伫瑕疵检测，讲物件有歹有歹歹片啊拍落来，啊是无刚照着啊，就迄镜头啊，都会使看吼，啊是鉴别式 AI 啊，生成式 AI 是起码做红的啦吼，啊我用生成式 AI 吼来做啥？做流程的提示化，吼，做那种流程呢，会使用 AI 较顺，啊搁用 AI 看啥？因为我是代工嘛，对无？我知影人客爱啥，啊但是阮。平常时种是人客甲阮讲在伊知影爱啥，啊是人客开始变啦，啊技术嘛爱变啦，啊当然阮知影赶快知影就。刚刚来个家维护器啊，所以我今晚用生成式 AI 吼去调查，我人客是啥，啊即马吼趋势是倒位，啊我刚才先先知影，啊知影是甲阮人客讲，你迄刚爱变，啊阮遮即马会使吼。提供这个，我这互你试看卖，根本互你看者。啊，你叫较紧啊，我转变较紧，啊，帮人客，阮人客吼会使吼变较紧，安尼伊会摆抽神机，抽神机，啊，我食吼伊就拔掉啊，我是用即马用这样的方式的。啊，恁这是恁一般你的经验是对对来，还是讲无来？你做生意人就天生自然，我就是生理囝，我就是安尼来的。
这是阮做久啊，阮会感觉到啦。对市场的市迄场的对。个味片都真厉害。以前是阮长辈，阮爸是伊的经验啦，伊知影对无？但是阮食的开始无共变搁较紧，所以搁应用搁较紧，AI 拄啊好。自信是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哦，这裴老师，我甲你请教吼，我即摆一个资料吼，讲咱前几工赖总统就职2周年，讲吼2026 S1 咱经济成长是13.69啦，吼，这39年来哦，大记，这应该是我自细汉到大我毋捌看过，13.6，我迄阵时加计是12啊，尔咧13.69呢，啊32条，吼。伊讲台湾170万间的中小微企业，贡献2成以上的产值，8成以上就业机会吼。你走嘛不少的这个传统产业吼，中小微企业，咱会当用一个统帅来讲，其实因即摆上重要，敢是补贴？应该安尼讲啊吼，拄仔主持嘛讲吼，其实咱台湾的经济自2024年开始吼，拢成长率拢是7啊，去年嘛是8.68，今年嘛是足好的对无吼，所以讲咱的物价佫低哦，咱今年是因为有迄油价的关系啦，所以才会碰撞起来。嘿，我们即码总有补助嘛吼，所以这嘛是压制得很好，所以咱即码咱的经济成长率有甲大概7啊8啊吼，前2天有几啊间迄个外资啊吼，讲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啊吼，会当到9.9。9.9，是非常的高物价是低，所以我会讲，即马看起来咱台湾实在是上好的时代，因为成长率高有通膨又低吼。不过内底确实有一寡分化的差别，个 AI 较好的啦吼，传承较需要有一寡挑战安尼吼。你讲你头讲的资料确实嘛是，确实啦吼，就是中小企业占产值差不多20%啦吼，嘿，不过伊的就业吼差不多占78%、78%，这有吼，这个问题吼，讲实在啦，其实我感觉，阮的调查来讲啦吼，中小企业伫去年啦吼，才算是讲是一个谷底，因为迄个川普的关税问题。今年来讲吼，即马大家应该讲关税已经无，已经是上歹的时阵已经过啊。嘿，对咱讲较歹听者啦，就是讲。无法度应付这个挑战。早就死倒啊啦。所以留落来吼，我感觉是拢有迄个竞争力啦吼，方向也都是掌握对了，所以即摆看起来，可比讲咱头看讲迄个大量解雇的迄个，你看啦，人500外个、100外个安尼啦吼。虽然讲是这当然造成这个家庭的一寡困难啊，是讲问题啦。不过你来看讲，甲美国啊，是讲其他国家的迄个冲击算小。嘿，足小的，比如咱今日看，看资料，比如讲 Oracle， 美国做 Oracle 好啊，还是讲Meta， 因一裁拢是2-3万，还是几万人，因迄是做 AI 的，做 AI 的人嘛是安尼裁。我感觉问题不是讲AI 造成的迄个竞争环境无好，而是讲吼，应该是讲你这个 AI 时代，你安那来提升你的竞争力。这本质啊，吼。嘿，你的本质的问题。讲实在啦，咱的迄个中小企业啦，吼，根据我的观察，我感觉讲中小企业起码他们大概拢经过讲去年的这安尼下课了吼，我感觉大概对家己的方向啊是啥，应该拢较有一寡底啊啦吼。要采取什么方法啊是啥？其实政府提供足侪的方法，拢互伊去申请，也是讲你来需要什么企业辅导啊，拢有安尼啊。中小企业处于嘛是嘛你做就是讲要安怎精准辅导，因为较早政策吼，可能是拢安尼一体适用，大家拢安尼共款。啊，不过即摆发现讲，其实你面对无共款的客户，啊，你啊是讲你公司的迄落，是爱 case by case， 一个去看。对，啊，伊即摆可能是用套餐式的，就是讲你通用安尼选择啊，搭一项适合你的，啊，搭一项适合伊的，安尼来做。我感觉安尼做，可能较有伊的成效啦。
是。叶博士吼，我甲你请教吼，以咱中卫中心，咱可能一般的观众无啥了解，讲中卫中心吼是咧做啥物代志吼？其实中卫中心做足侪工课啊吼。啊，你本身咱所知的认真技术研发，其实你主要是咧做企业的这个 AI 的转型。对。你即摆所拄到的这传统的这个中小微企业啦，因咧做转型的时阵，因上疼的是啥物啊？方法。真侪沙无杂对虽然讲咱即马 AI 的技术产品吼，咱逐工拢看到这则新闻其实所以即马的头家其实拢足焦虑的毋知影讲咱 AI 一定爱做啦但是毋知影要对头开始所以我感觉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讲 AI 即马才夯啦但是咧，咱的企业主要安怎开始进行？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你做辅导的时阵，两个面向嘛，一个就是伊本身伊的工作的流程、生产的流程，爱智慧生产。对，对。一种就是讲伊的资讯要安怎，这是一种是我想要拍入去这个产业链内面。是。这两种拢有嘛？拢有。一般是拢。即马咱咧讲数位转型人 AI 会转型较重要是讲未来，因为你即马客还是讲即马贸易战所以咱的客户无共转单这些问题嘛所以我拢会甲因讲所以咱未来上重的客户上重的产品咱是要安怎去转型所以对遮开始，再来行头家，我们拢是头家啦副总以上的啦也可以做决策的会讲对公司上重要的议题是啥毋是咱较早讲咱即马一个库存不准啦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你公司未来竞争力无一定有关系所以一般即马是拢行头家讲遮的议题啦所以。再配合头拄仔讲的，咱迄个政府的补助即马咱要安怎规个重新思考咱的未来的竞争还是讲咱的营运模式还是咱的客户产品制定，这拢有可能会影响到。叶总啊，你讲政府给咱补助，补助是补助啥物款你无讲一两条真济，我相信真济传统产业的头家人。伊完全拢唔知上阮节目的真济传统产业的头家人伊看来知影讲足痛的，全部害死人20%、30%生意袂做，但是伊就啥无涨。是。要去倒位找，要找啥物资源，迄啥物名目，迄啥物物件咧？好，这个甲各位观众。介绍一个叫做即马经济部即马咧设一个叫做产业竞争力 AI 服务团啦这算做全国足侪法人啦一寡工会合会拢有斗相共啦这个目标就是1万间，咱要1万间用 AI 啦即马要怎做咧？咱分做两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叫做阮去诊断阮去把脉啦就是讲阮的顾问会去对你的咱讲。9个价值活动啦，产销人发财加帮您看，咱有寡恁即马状况有需要会当做智慧化的啦，会当 AI 导入的啦这诊断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针对你的痛点，你会当改善的所在，咱来想一个方案，安怎帮你解决。这个解决呢，政府个补助一间上起码10万嘛，10万，搁12万的人才的培养大概有这资源你10万你会当去买软体、硬体，也是讲一寡迄个订阅费咱有当时也是云端的服务嘛这我感觉讲厂商咱会当一开始来使用这个，但是呢，这条我感觉讲上重要是找出你的问题啦。帮恁赞美啦找出问题，这还是重要的啦刷来，你也讲刚刚你公司有要投入搁较侪资源你愿意做政府嘛有一个500万、3000万的计划补助，这拢有但是迄个较竞争啦因为
你知影讲，大家可能就弄有想法。第一爱要写计划，对。第二你的计划要有价值。是，嘿，啊，所以阮中心因为安尼要，阮嘛服务今年阮的扩大可能差不多200-300间啦，到3工啦吼，啊，所以阮本身吼，阮嘛是爱成长啦，阮的顾问吼，较早可能做迄个流程改善吼，咱讲迄个 TPS。就是讲迄个军事管理啦，吼，啊，咱慢慢嘛是因为 AI， 咱今嘛是爱学 AI 呢，嘛爱呢吼，啊，要安怎行较早那个流程合理化，啊，即马个数位应用导进来，连老师都还升级呢。我嘛是爱学咧，是，啊，那观众朋友，你若吼唔知影吼，你就网络顶头拍吼叶新跳博士，吼，咱就找伊就对啊，吼，今日伊还佫有其他演讲哦，我先帮你找，吼，感谢叶博士吼，出来要请吼，安老师你来看吼，这个升级的这个困境哦，我相信是每一个时代拢有。是啊。那么要达到是安怎讲结果性的平等，应该竞争，但是自由资本的这环境内面，啊，你就输人，你就偏啊忙的，你就好啊吼，过来升级。做辅导爱有啥物？尤其政府就赖总统讲要1000亿，这个补助爱有啥物？爱注意啥物代志？哦，你拄仔讲的，叶博士讲的，迄个顾问嘛爱成就，可能我家己嘛爱成就咧。因为全世界这情势变化嘛，足紧的嘛。无论是政治也好，还是讲这 AI 的技术，拢是真大的大爆炸啦。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咱是讲要今日要讲迄个公共政策吼，要讲迄个产业政策，其实拢爱有讲未准，嘿，讲未准，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啦吼。啊，当然讲你阵第眼前是讲咱赖总统讲有1000亿啊。新台票的针对传统产业的补助啦，其实我感觉第一个吼，这当然未来吼先做嘛吼，无定你做啊一个勘单效果若袂歹，会得要还佫增加，还佫追加吼。这第一方面是量来看吼，啊，第二种就迄个内容来讲，其实因为这大家拢少子化、无子化吼，即个囡仔拢少嘛，吼，所以变做这个。教育吼，迄讲较早迄种继子教育等等吼，其实迄种重要性吼，无定啊，甲这 AI 时代要来结合，我感觉这个教育系统无定嘛，爱佫重新做一个思考。哦，因为你未来这个人自动化嘛吼，啊，真侪不止蓝领的，甚至一寡白领的吼，你做一寡思考的，真侪开始未来可能无定来卖失业嘛。所以就讲你这种对这种结构的。因为这种技术大变化以后引起的，啊，佮加上你本身囡仔结婚人少，啊，佮囡仔佮生少，你这两个要安怎结合过来做一个思考，我感觉爱好好计划者。哦，安老师讲到这，我来请担当。恁的公司内面，敢有真需要讲这收入真好的，啊，足有的，这就要好好甲留掉，这人才了甲收，敢有这种职位，有这种。哇，足多哦。等我少年啊，把势也好做好的吼，做有的物件在好多做，做做的，系啊。哦，所以你若200个员工内面，超过几个拢爱这种？差不多要60个。爱60个？嘿，差不多，那做有的款的，哦，迄线材安尼撑安尼梗安尼。有的吼，刚刚比头毛较粗一样啊。做有的啊，即种我大啊，即种老啊看无啊，系啊，少年啊，足厉害的，系啊。啊，你甲观察讲，像这班的这60个，因敢有才调？比如讲，伊即摆目色真好，伊搁做10档啊，啊，伊要往倒一个职位去升，做领班，还是做啥物？还是讲无？我整个工厂我搁要，搁10年了后要带向啥物程度？啊，是10年以后嘛是做领班啊，即嘛无，但是吼，即讲无纸化还是少子化，即嘛做少诶，种找无少年啊，然后外籍啊，外籍较少年啦，啊伊一定换，伊来，啊有诶嘛做久诶啊，但是诶嘛是拢做迄款诶，做伊趁着钱就转去啊，就讲换一批，吼，少年来，系啊。那是即个赖总统这1000亿要甲你补助，你想要补助啥物物件，还是啥物部分？
啊，比如讲补助一个软体，补助一个啥物，你即摆上听的物件，还是讲无，其实免甲我补助，你甲我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你认为呢？就你家己本身而言，补助嘛是爱啦，啊环境嘛是爱啦。补助吼，应该怎讲吼？传统阮即款吼行业吼，知影 AI 的人足少的啦。啊是用 AI 是安怎用啊？唔知。那大家伫外口看，用 AI 然后做简报啊，做影片，啊这对于做对你生产就无效啊，够效。啊嘛是无效，其实有效的物啊，伫附加价值。哦，安怎讲？附加，人客甲阮买物件对无？买完咧啊 QCD， 啊即摆佫有一个 S 有永续嘛吼，迄有附加价值。啊 QCD 有买你物件，啊靠着迄成本啊、直接成本啊、哦成本啊、弹性，啊佫有迄快速啊啥，这是附加价值。啊像哦拄我讲的，我举例的哦，像外籍嘛足多啊。啊是安怎沟通？啊，即嘛用 AI 啊，翻译足简单的啊，迄直接翻译足紧的啊。即嘛吼，那班啊，拢甲伊用迄翻译机安尼，啊，即一句来一句去啊，一句去啊。啊，即嘛吼，白领嘛，讲拢找无啊，白领还找无啊？少年啊白领工厂啊，对啊，啊这无法度啊。即嘛我讲，即礼拜我甲阮个副总讲，啊无安尼拢找东南亚。较邻近的来，啊，伊会晓英文对无？啊，阮业务吼伫外口讲来，啊用翻译机翻译啊，叫伊画图啦，啊甲伊教啦，啊无找无啊，啊你少量多样都结，拢爱画图啊，啊画图人嘛爱足多的啊，啊所以用 AI， 啊用这嘛是一种方法啦吼，啊其他方面，我幸运的就是哦，我是为 IT 转来。啊，所以哦，即马做足多什么 IoT 啊，我想帮助其他同行啊，即上下游啊，我嘛做绿色供应链啊，帮助伊啊，啊，我们家己嘛做做 IoT 哦，嘿 IoT 你讲我观众朋友了解是啥物叫 IoT？IoT 刚刚讲的就是吼，你用感测器哦 sensor 啊去知影吼，阮的环境的温度啊、湿度啊、机台的压力震动啦，啊，为下吼收集资料等来，啊，用 AI 来做分析，啊，即码是机台是，敢若要爱换，无啊是免换，无啊会，要派去啊，要派去，先甲预测啊，甲警告啊，甲警告啊，提前知道，啊，就 IoT，哦啊，即码黄仁勋嘛讲嘛，后摆吼 physical AI 嘛是爱有 IoT 啊，为啥？AI 看拢即马看拢知影对无？看讲啊，有一天我讲，种电厂啊吼，迄不良品较侪啊。啊，伊毋知哇是冬天嘛吼，啊温度比较低，啊所以哦品质不良比较多。啊，即马有 AI 的数据来，哦原来吼，迄是冬天温度比较低，暖机要暖比较久一点，迄有 physical AI。哦，那但是咧，其他的方面哦嘛，足多会使转型的啦，去。我们做IoT 啊，做什么近邻碳排哦，为哇，恁真先进呢，啥物都恁找过安尼。啊，我嘛做绿色供应链辅导，免费辅导我们这供应商，哦，辅导因减碳，啊，我们创造一个生态链，讲好。啊，卖出去唔只较好看。啊，卖出去，佫一个平台，互人客伫阮迄平台吼，上面设计哦，伊就设计出来就低碳的物件。啊，伊就甲阮买，啊，我们基本上做基本上生态链、生态系，啊，就是为用补助来帮忙做安尼处理，再有出口。啊，无法度啊，无你做传统的，无做这，你那他卖去欧洲，卖去倒位卖袂出去啦，因为吼高碳，基本上拢爱减碳啊，欧洲啊减碳啊，讲哦，人客讲2030年要减碳50%，我说哦，惊死啊！啊，个供应链佫要减碳30%。啊！你迄阵时哪无想讲要过去收起来，老爸就趁有够去啊！你就袂使，迄是社会责任。系啊，较侪人着，啊不过较少年啦，对啊，系啊。哦，这其实讲起来，传统产业有影无简单的吼。咱敢若做讲，你哪会买成绩？
啊，你升级内面就拄着真侪代志呢吼。裴老师，你安怎看哦？除了因像这，因为你毋通讲阮找种啊，这种真突出的吼，其实啊，佫有差100个以外吼，内面99个拢啊佫无木秀。是，等当然确实个厉害啦。至少我旧年吼，访问真侪厂商吼，伫台中的，伫台中的歹势，伫台中的吼，因做迄精密机械啊，还是讲哈，其实因反映的啦吼，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人才的问题，人才确实足欠的吼。除了讲有外籍劳工之外吼。咱台湾的迄个厂商啦，吼，还是讲人才啊，吼，伊讲大部分爱退休啊，因为即摆嘛是面对2代接班啊，2代若起来啊，吼，对迄老员工吼，拢较无遐尼友善啊，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啦。哎呀，敢若讲新的员工。熟嘛吼，啊个学习能力强啊吼，啊个好配合对吧？因为新的头家嘛，较好配合，所以因就面临这个问题啦。啊，其实因讲啊吼，对于一寡迄落较技术较好的吼，比如讲有一间就是讲，因迄老员工嘛是拢有留落来，因拢有特别的技术吼。比如讲有一间是做迄落精密机械，讲迄老员工做吐回啊吼。嘿，伊讲迄种，伊讲，嘿，伊讲迄种员工吼，是真报咧，迄算国宝啊，即马佫有通吐回来，真少安尼。是，讲迄一个月50万，可能是安尼薪水哦。伊讲做顾问，啊，毋过就是迄个技术真困难，传承不容易，所以嘛留落来。啊，因即摆面临的问题就是讲迄人才啦吼，除了讲迄落外籍劳工了吼，你2代迄落嘛，讲较少年的吼，因即摆面临的问题就是讲，当伊差不多做一两年了啊吼，可能有一寡经验嘛，有一寡技术啦，都会面临就是讲迄落科技厂商会来挖角。伊就做人的迄落职业训练啦，替遐大厂做职业训练，所以人就留袂落来。这是因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啊，所以这个问题头听单单讲，确实嘛是有这个情况啦吼。请人请去到东南亚去啊？是。除了讲制造业啦吼，一寡服务业嘛是有讲这个问题。因即摆我大部分访问厂商吼，因拢希望讲会当开放外劳，毋过这个服务业本来就无开放吼，这就有伊个背后的迄个原因啦。所以这个问题就敢若较无适合直接讲啦，因为迄是较长期的规划。啊，毋过像讲即马啦，吼，咱台湾的失业率，比如讲即马吼是差不多3.3左右，是足低啊。主要就是讲缺工的问题，因为缺工，所以你的失业率，一个人拢有足侪机会，毋过少年人伊就工作无爱做嘿，尤其是讲因讲啦吼，可比讲因就讲6日啊，大家拢爱。我问等等，恁工厂内面敢有冷气？哇，无冷气就上不来，环境足好诶，毋过就是请无人。啊，若是普通的这线装的，那你线租的，差不多起薪拢偌济？起薪哦，基本上吼，基本工资其实基本工资啦，啊伊有加班哦，加班加的足多的，4-5万嘛摕着，有加班啦。是真好啊！但是伊想我来测饮料，我来测这我家己先，今仔日无欢喜，我就写一个赖讲，我就休困。是啊，足多的啊，做一半啊，一工啊做一半就走啊，毋知安怎无去啊。你嘛有拄着这种？足多的啊，系啊。啊，所以你敢有想讲要来总有一工要来做较机械式的，还是自动化的？敢有可能总有一日？安怎讲咧？市场较细啊，这要做迄个自动化嘛，迄是有迄量啊才有法度啊，无迄量吼做迄袂好，变化伤多啊，阮这产业变化足多的，所以每一个产业有影拢无共款吼，因为头一开始安老师就讲着讲，迄水五金其实是受到的冲击真大。我嘛有访问到即个做车螺丝的。车螺丝的吼，有的螺丝做，伊专门咧做迄个木的，啊有专门做钢的，啊嘛是安尼受到冲击啊。啊，这人工才好4-5个，啊5-6个，伊嘛安尼铺的安尼咧用呢。安老师，这吼上后咧一个问题要来请问吼，就是讲，
这个产业升级，若是讲这个补助1000亿落去，像迄种4、5个人的这个车螺丝的奖，咱要安怎甲考虑讲？这老头家，你安尼吼，不如甲伊合并吼，啊，你这机械卖卖。咱敢有就不管是就什么观点来看，安尼敢是一种适当的方式呢？我的经验，我的了解吼，伊有时登去庄卡，甲大家伫遐开讲，因为是忙做吼，啊为是讲伊做一个工课嘛，啊有比如讲像迄个担当的种有企图心嘛吼，佮一寡其实无大家拢安尼啦，吼，嘿，其实这嘛是一个真大的因素，所以伊若讲景气无好，啊讲你长久若真正做袂落袂好，伊家己会收啦。会收，嘿，我看到是这种情况。但是我是讲啊，这 community 爱互相爱小少问，是，来了解这个情形，对。这袂。